日本女生多喜欢台湾男生。哦，有一次浪漫的。这样只有晚课啊。这个好 old school。对啊，还要比七呀，还要比七。在韩剧还没开始的时候，最暖的是台湾人，好不好？台湾男生，你看日本女生多喜欢台湾男生。哦，有一次浪漫的，有一次跟我在学生时期一个女朋友，然后我们骑车去淡水渔人码头，然后因为那天是冬天嘛，冷冷，然后就围围巾这样子，然后可是玩太累了，回来他一直度孤，然后我就拿围巾把他跟我绑在一起，就是这边绑一条，然后这个地方也绑一条。我觉得那一次这样还蛮浪漫，蛮喜欢的。这样只有往后啊。对啊，等下等到就。来宾请掌声鼓励。倒车一定要这样吗？倒车不能看后照镜，副驾驶在那边嘛，女生有嘛，然后你就是手在她后面这边这样倒车这样，绝对不能看到就是后照镜跟那个，对啊，这是不安全的啦，这个很难甩。谁说的？请收看台视生生世世。如果那时候离婚离得成，应该就有可能。还好这不是在别人，不然就会变传奇。壁咚吗？能走过来真的壁咚，就是我们遇到的壁咚。古时候哪有壁咚？天哪，我觉得好那是搞笑。好。